位乡亲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齐英仪。先来关心社会新闻。昨暝台北市艋舺呢发生连续枪击案件，一个57岁这个万国帮成员姓屈的嫌犯，先伫汉口街一栋这个商业大楼，找姓洪的老大报完受了，小连续开14枪，后来又走去青山宫找一个姓柯的副主委斗3工，也毋过无成功，嫌犯就向这个副主委连开3枪。这个伊劫持4个人质了，甲对方甲警方呢僵持1点钟，最后伊本人野枪自尽。女性的人质也被其防放出来，不过嫌犯要伫内底和警方做对头。大批员警全副武装，这个时阵一位穿白衫的查甫人冲出来，第一时间警方阁抓准伊是嫌犯，甲压制，所来嫌犯继续放人。一直到上尾啊，穿青衫的负责人行出来，不过穿手伞赶紧对家己连开2枪。嫌犯心肝掠坦牌，做出这个举动，就请警察去甲压制。嫌犯伤势严重，伤病不治。伊是万国帮的成员，洪叫阿国姓区的嫌犯，这毋是案发的第一现场，时间来到搁较早。19号暗时7点26分，先伫汉口街2段一个商业大楼，找姓洪的老大阿爹报仇，总共开14枪。所来7点42，嫌犯冲去青山宫，想要找姓柯的副主委斗3工，想要到对方却无甲应，嫌犯就摕手枪向副主委连开几啊枪，副主委着枪跋倒，宫内民众看到规个过程，唔敢阁出来。所来阁掠副主委的亲戚朋友，总共4位人质密入去对面的饮料店。过程当中，一位员警阁嫌犯开枪拍到正边的大腿，警匪做对头1点钟，嫌犯知影家己走袂去，上尾也伫8点50甲4位人质放出来了后，对家己开枪，规件代志总共造成1个人死亡，4个人受伤，警界果然嘛真重视。枪击案件的发生是难免，但是警方绝对会有全力来侦办，秉持扫荡帮派、除恶务尽。不因为疫情而松散执法的强度跟作为。根据了解，规件代志爱对1年前开始讲起。嫌犯认为家己真委屈，帮派内底甲伊共党的，佫无甲听，才会想要报仇。不过上尾啊，却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了结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